有民众甲养猪公司借30万，实际提高手续时付到25万，共有5%的手续费、20%的代办费，这年利率呢就爱36.3%。伊就质疑讲，这民间的养猪公司敢是伫咧放荡来的？今年9月开始呢，这金管会透过着这金保法甲41间养猪公司的管，也若讲到未来敢会定专法的，各界也拢伫咧关注。 我在正职下班后跑外送，去餐厅洗碗，我打了4份工，花了2、3年把债务清偿。这名控诉家己过去是落入去放荡里限制的过程。တင်證人客问講，之前因為厝內需要一大條錢來做手術的開銷，甲養豬公司借30萬，但是實際提無25萬，甚至都要還款超過43萬，利率是高達36.3%，唔但是超過民法規定的上限16%，嘛比當鋪30%的規定更較懸。中間有代辦業者，那通常代辦的所有的業務都會由代辦業者去承攬，我稱之為公辦結構，是很客氣的，可以用40%的利率剝削人民，那不是市場，是國家監管的失敗。為了防止亂象，金管會對9月15開始分階段，先甲中組如榮、和順含日成大圳等4間上市的集團旗下養豬稅公司納入金保法的管理。第2階段是擴大到金融機構轉投資的13間公司。第3階段則甲台北市責任商業農業公會其他會員當中15間納入適用範圍，目標2026年9月41間當中納管。金管會雖然在今年9月已經有祭出相關規範，但是還有上千家、5、6千家的融資公司、子公司、屬公司，還持續的在讓更多的家庭承受不合理的利率。雖然金保法內面的10大規範，包括寫出來的利率含費用，應該以年利率含總費用的200分率，而且向消費者來說明應該負擔的費用，而且若民眾拄到黑白收錢、超代廣告不實、暴力吐銷是代簽抗辯本票這行為，攏會當向評議中心來申訴，違規者上懸會當罰1000萬，限制業務也是解職人員。但是民眾含入位質疑講，金保法無法度對源頭來控管，想要有效來約束，必須要是透過養豬責任公司管理法的專法。這個涉及到融資公司的問題，都是消費者的權益的問題，而不是對他這個公司本身的納管。哈，因為它本身也不像銀行一樣會吸收存款，那所以目前這個專法的問題，我們認為說還是沒有必要。金管會嘛表示講，因為無去適用較早的案件，在金保法立管之前，若民眾去拄到利率相關的爭議，恐驚嘛是要尋求民事訴訟的途徑。記者綜合報道。